啊，我差点忘记了，还要办户籍誊本呢。啊，我查一些都唔記得咧，還來辦戶籍誊本呢。啊，我查一些都唔記得咧，還來辦戶籍誊本呢。好，那身份證和印章，請再給我一次。該身份證老人呢，請過本我一拜。該身份證老人呢，請過本我一拜。户籍誊本辦個人的就可以嗎？要辦多少份呢？戶籍誊本辦公應該就做得係麼？愛辦幾多份呢？戶籍誊本辦公應該就做得係麼？愛辦幾多份呢？辦我個人的就可以，給我2份好嗎？辦我個人嘅就做得，本我2份好嗎？辦我個人嘅就做得，本我2份好嗎？好，記事欄內容要印出來嗎？好，記事欄內容要印出來嗎？好，記事欄內容要印出來嗎？要哦。哎呦，哎呦。這樣規費是30元，請您先將身份證收起來。按樣規費係30元，請你先將身份證收起來。按樣規費係30元，請你先將身份證收起來。在這裡蓋章嗎？地下蹲人的係嗎？地下蹲人的係嗎？對，就是這裡，請稍等一下哦。錯，就是你這位，請等一下哦。錯，就是你這位，請等一下哦。阿公的全家人能住在一起，家庭幸福平安，比吃仙桃更開心，真的很幸福呢。阿公規劃下人做得大強下，家安人福，下人食仙桃，真然係當幸福呢。阿公規劃下人做得大強下，家安人福，下人食仙桃，真然係當幸福呢。謝謝。羡慕羨慕羨慕羨慕。那我就來吃仙桃，還有看你這仙女咯。該我就來食仙桃，還有讓你倆仙女咯。該我就來食仙桃，還有讓你倆仙女咯。謝謝您，這樣都辦好嘍。哈哈，羡慕你，按樣全辦好咯。哈哈，羨慕你，按樣全辦好咯。好，好，好，謝謝。好，好，好，羨慕。好，好，好，羨慕。